Saib marhana mitengir. Usa kapan awit ato ni o likisi no mitam sa amisay. Lang pakai ni ito nahani awat ko pakapanay kita nan. Pitengir ita mitungal. Hati raca anu kira apa cai kita. 好，龙航可以了。好，谢谢老师。各位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嘎鲁夫诺，我现在这一次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课题是有关于阿美族夹沙黑桃的再现。那原本这一节课是要跟上一节课跟上上节课的礼物交换，它是一个结合的关系。那后来呢，因为这个课程是2个小时，因此我稍微做了一点点调整，是针对这个制作夹沙黑茶的部分、黑桃的部分呢进行解说。那因为前面呢在礼物交换袋，还有这个黑桃在环东岸礼物交换袋所扮演的经贸关系，已经大致上面都做了一些简介。因此这一节课呢，如果要让课程再深化的话呢，想必大家应该都是着重在这一个它的制作过程上。那这一节课我们主要呢就是回顾刚刚前面所讲的黑桃在台湾环东岸撒那赛礼物交换袋它扮演的重要性。那我们知道中央研究院过去呢，在刘一昌教授跟侯小成教授以及其他的相关的学者，国内外的相关学者，就特别提到台湾原住民族的黑桃有可能顺着黑潮从台湾的东岸，然后透过海上逃入的一个经济网络，它是一个存在的关系，来跟外界做快域远航的接触。也就是说，台湾原住民在过去史前时代，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这个之间曾经透过独木舟这一类的航具，跟台湾的本岛，甚至呢跨域呢，向这一个南岛的这个岛国的地区呢，进行这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可能性啊。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呢，在分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从黑桃的制作来验证，就是所谓的黑桃的制作，也就是说人他有指纹，但是呢黑桃制作的过程呢就等于是黑桃的基因。那么你去验证它过去的这种传统知识呢，事实上呢，对于相对验证台湾环东岸礼物交换袋，对于海上逃入或者是呢撒那赛礼物交换袋的那种经济网络呢，它是具有一个实证的代表性。那今天的课程如果也透过黑桃的传统技术的分享，跟考古遗留的分析，如果是端线成一致性的现象的话，那么台湾原住民族的传统制造黑桃的技术，在考古学上面就可以验证当时就是初始状态的那种存在关系。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揭发了台湾原住民族制作黑桃的传统技术，相对的就可以证明中央研究院对于海上逃入的这个发展，可以有更进一步的对于南岛民族从台湾扩散产生更进一步的证据，然后可以呢更加深这个台湾南岛民族扩散的一个学术地位。所以今天呢，就透过黑桃制作，我们来揭开这个它的过去的一个神秘的面纱。首先，我们来看看，回顾一下我们为什么前面要去做阿美族圣山的田野调查。这个田野调查的结果跟黑桃的关系，跟今天我们所要谈论的黑桃的技术其实是有相关性的。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就是之前的课程，我们看这条黑线，这条黑线是阿美族的圣山之一吉兰哈山，就是丰滨乡的巴里湾山。
那我们知道巴里湾山它孕育了这一个奇美跟泰巴朗的奇美跟泰巴朗两个这个姐弟的那种脐带关系。那么这个两条河流呢，也孕育了像奇美到瑞良到水尾德武这一端的那个物质文化的关系。那纳巴拉湾溪呢，又孕育了这一个巴里湾到猫公的这个物质文化的关系。那这两条脐带林带，它到底它存在，我们已经知道它对于奇美的部分，它是发源于巴里湾山，对泰巴朗部分，它也是发源于巴里湾山。那我们都知道，泰巴朗部落有制造黑陶的这个风俗，可是我们却鲜少知道奇美部落它有没有制造黑陶的这种风俗啊？事实上，我们透过田野调查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哦。这个发现是在于，我们如果把地质层位的那种带状关系，我们看这条黑线，它是吉兰阿善的这个山脉主山，那么这条的奇美古道的人线，这条是泰巴朗古道的人线。那我们从这一个它的地理层位，比方说我们在泰巴朗的古道的海拔25到75公尺，我们发现海沙层。相对的，我们在奇美古道的同样的层位也发现了海沙层。那我们在25到450公尺海拔的地方，在泰巴朗古道我们发现化石棘龙，可是我们在奇美也发现了化石棘龙。我们在泰巴朗古道发现了含沙的陶土层在低海拔的地区，我们在奇美古道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那么我们也发现了少许的这种就是那个含盐的这种低海拔的那种红陶土层跟黄陶土层，这相对位置其实连贯到这个奇美古道也是同样具备。那么我们最终呢，在这一个吉兰阿善的这个地理皱褶居住带里面，却发现了这个先人呢以前是住在地理皱褶居住带，然后呢是大概的平均高度是在405到660公尺之间，因为这之间的那个陶土层是整座山最精密的陶土层。那这个层位其实在奇美这个地方也相对的发现了，那只有海礁石基呢，我们在泰巴朗古道发现的比较多。那奇美古道因为它的地理是比较倾斜，那这个泰巴朗古道的地理是比较就是陡高，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产生比较不一致的现象。那基本看起来，只要是海土那个它的地理层位的那种地质的那种层位，其实呢，它们相对的具有这个一致性的关系了。换句话说，这一个泰巴朗，这是吉兰阿善氏族、萨那塞氏那个吉兰山氏族、纳巴拿万氏族跟法利佑氏族甚至巴吉达兰这个4个氏族，在这个地方曾经发展过制陶的工作的这种文化。相对的，奇美古道他们离开吉兰山之后，到底有没有发展过这个文化？目前虽然不得而知，但是呢，我们经过田野的采集，我们将这个他们相对的那个地质的层位的土做抽样的那个低温灼烧，我们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奇美的那个土层也可以烧得出黑陶的陶器。那么我们在这里公布就是这个田野调查的在塔巴朗的脐带古道的它，也就是说在纳巴拿万这一个人线的人道的这一个坐标它是海拔640公尺，然后呢那个它的坐标在这个地方，请参考参考。然后呢这个公布这个坐标它就是要告诉各位说，我们确实呢有做过很精密的这个田野调查。那么在山岩采集处的部分我们公布它坐标的这个资料图，但是呢它的一个重要资讯就是不宜呈现了，
所以我们暂时呢就把它这一个盖起来啊。为什么要盖起来？是因为我们在吉兰山发现了这个赤足藻虾，然后经过媒体揭露之后，结果赤足藻虾的数量就减少了。那我们在吉兰山发现那个荷兰人的这个爪哇牛的混血种，然后呢之后我们就再度再过去看的时候，那个爪哇牛的那个数量也减少了。所以基于这个生态的保育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因此而保留啊。那首先呢，我们要谈谈看，在历史上面，到底哪一个部落、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工作室的阿美族，他能够真正烧得出这一个真正能够代表阿美族的夹沙黑陶。也就是说，他这个做这样子的东西，你必须要符合以下几个要件呢。第一个，它是新石器时代以后的技术。第二个，你必须呢，依据中央研究院研究的结果，你必须在泰巴朗部落或者是猫公山去采集当地的土质来进行野烧然后呢，你所烧出的黑陶它必须是夹沙。你要夹什么样的沙？事实上，中央研究院都有相关的研究。那另外呢，你所做的黑陶呢，它必须要有还原形式的那种碳粉的制作的技术，再加上台湾原住民阿美族的黑陶，它并不使用旱釉它是使用某种植物的树脂。另外，在制作黑陶之中，你必须要有透过阿美族传统的淬火的技术，以及土质发酵的技术。你要符合以上我所说的这些的要领，你才可以被认定为就是你能够做得出阿美族真正的夹沙黑陶。那据我们的田野调查的资料显示，不管现在花莲、毛公，甚至于呢台东。所有制造黑陶的那个工作室，有部分的制作人呢，他是采用进口的黑陶土，然后呢，甚至使用旱釉。那么我们目前不得而知是到底哪些人跟哪些工作室能够符合我所说的这些对于黑陶认定的一个标准。那么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结果是相当就是那个不乐观不乐观。那有很多就是被中央研究院也或者是族群也或者是媒体所认定的这些制作黑陶的工作室或工作者，其实他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似乎还没有办法符合我们族人对于黑陶认定的那个严苛的标准。当然这个标准就是择人日与远，典型已经在溯习。我们除了在考古的遗留去挖掘之外，我们似乎从所有20几万的这一个阿美族的后代当中，我们很难去找到过去祖先给我们制作黑陶的这个身影。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透过学术上的资料来去爬书，那么我们已知目前在有限的文献资料里面当中，真正由阿美族族人能够烧得出黑陶的那个工作者是民国51年中央研究院由李义元教授所率领的研究团队。那么对于花莲县光复乡马太安这一个地区所进行的物质文化调查，其中有一个专章就是李义元教授率领的率领的那个他的团队在马太安部落有报道，这个马太安的族人
这个烧制黑桃的文献记录。那经过泰巴朗部落的这一个那个青年，还有烧制黑桃的家族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文化工作者，他来爬出这个文献之后，发现了一些问题哦。在民国51年的时候呢，中央研究院所报道的烧制黑桃的3个主要的主角，这一个是泰巴朗部落的专门烧黑桃的这个世袭的家族啊，世袭啊，在画面上左边的这一位啊，他叫嘎迪啊，在中间的这一个部分啊，他是那个乌巴，然后这个右边的部分是宜用。他们3位呢，其实呢都是来自于北富村的这一个嘎鲁拉盖的这一个同辈的那个宜用，这个宜用宜用，他是嘎鲁拉盖，就是那个神兽最后一个神兽大祭司他的妻子。那么这个呢是他的就是这个叫做五霸他们3个呢都是同一个辈分。那这3个报道人呢都是画面上这个就是嘎地这个就是宜用他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一个就是开陶之前的记忆然后呢，这3个历史的关系人刚刚讲过了，这个是嘎地，这个是宜用，这个是五霸然后呢，这3位关系人呢，事实上都是来自于当时的那个祭司神兽大祭嘎鲁拉盖的这个家族。也就是说，从中央研究院所报道的这一个马泰安的烧制黑桃的物质文化其实是来自于泰巴朗北富村的那个祭司的家族的成员，全部的成员。换句话说，马泰安在民国51年由中央研究院所主导的这一个物质文化调查的报道人的主角，并不是马泰安人，而是泰巴朗人。那另外在这一篇文献里面所提到的这个采集黑陶土的地点也并不是在马泰安，因为呢，他们报道的位置呢，还写重要报道人重要的这个报道位置是在泰巴朗的这个利大溪。那我们就现在来追溯这篇论文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就产生了很多的这种意识跟问题就是说马泰安到底能不能烧得出真正能够代表阿美族的夹沙黑陶，也就是说符合我刚刚所说的几个要件。第一个，土要发酵；第二个，你要能够烧制还原碳粉的能力；第三个，你做的陶土必须呢是在泰巴朗跟猫公部落猫公山所采集的土。然后呢，因为呢根据地质学的研究呢，除了猫公山跟泰巴朗的加里东岸山这2座山有这一方面的这种那个土质，那似乎还没有任何的研究显示说其他的地区可以的土能够烧得出黑陶。那我们这一次的田野调查已经确定奇美部落的同位层是可以烧得出黑陶。那除此之外，我们很难理解到底马泰安他们的地质土质是否能够烧得出黑陶。那既然中央研究院认为马泰安能够烧得出夹沙黑陶，那又为何这个要使用泰巴朗的这个制作黑陶的世袭的家族来做这个示范，似乎有一点多此一举。那因此我们就会觉得很想要了解到底马泰安是不是能够烧得出黑陶。那因此在今年的暑假，我在 FB 问了马泰安的群组，然后是否能够用马泰安的土烧得出黑陶。那有一个非原住民的一个工作室在西富部落，那么他说他能够烧得出黑陶。那我跟
我的姑姑跟这个黑陶制作家族有跑去那个地方去做分享跟交流。那我们发现，他跟目前这个花莲的某个工作室，还有太巴朗的某个工作室所使用的土，都是属于那个碱性土啊，他们就是称之为青土。但是青土到底能不能烧得出黑陶，这个部分在技术方面，我等一下会在事后做分析。那我们现在就是提到说，到底中央研究院既然去马太鞍去做这一个物质文化的调查，又为什么要找非马太鞍的人使用非马太鞍的这种土来去烧制这个东西？然后呢，他们所烧出的这些东西也能不能代表马太鞍的物质文化？这个部分事实上看起来是有待商榷了哦。那么这个就是中央研究院当时由刘斌雄所拍摄的这个画面。那么这3位呢都是太巴朗人，而且呢都是世袭烧制黑陶的家族啊。那这是2个曾祖母啊，一个内曾祖母跟外曾祖母，也就是今天的报道人林荣康的内曾祖母跟外曾祖母。那么在历史上这3个重要的历史关系人，其实呢他的都来自于这个祭司啊。他在12岁的时候书写太巴朗片假名手抄本之后呢，他的妻子跟他的女儿，他的长女跟三女啊，都世袭了这个烧制黑陶的技术。那么然后这个烧制黑陶技术似乎是以古老的方式，甚至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这种石器的这种制作来端现它的这一个那个传统知识的体现。那么这个技术目前跟现行就是认为它可以烧出黑陶的这些工作室或工作者，看起来好像还是存在着某些在这一个差异性啊。那么在这一个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特别就从文献探讨里面，我们去理解说，马太鞍的人请太巴朗人来烧黑陶，可以代表马太鞍的物质文化吗？然后呢，这张图里面这个背景资料呢，就告诉我们这3个重要报道人，他是在利大溪采取黑陶土，而不是在马太鞍。那马太鞍做物质文化用了太巴朗的人、太巴朗的土、太巴朗的技术，然后所烧出的东西，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代表马太鞍这一个问题呢？是不是一个必须要去厘清的一个问题然后在地质学里面当中，我们已经知道马太鞍事实上是并没有黑陶土的这种地质那个因素存在。那么如何能够让太巴朗的这一个烧制黑陶的家族能够认同？我想这个必须透过学术对话还有部落对话之间呢，来做一个互动，来敲起它的滥觞，然后呢再做出一个相对的一个问题。那根据我国呢原住民族智慧财产权跟我国这个文化资产保存法，如果政府刚刚没有听到我的这个声音，那么你将会会误导这个阿美族对于制作黑陶的这一个文化的认定。那将来呢，可能呢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例如我们知道花莲县政府对于丰滨的猫公陶，它就是发了这个原住民族智慧财产权的那个许可或者是认证。但是呢这个猫公的这个陶呢，它是采用红陶，那么跟实质上猫公的黑陶其实呢它还是有极端显著的差异性那将来呢，如果猫公部落，据我个人所知，就有一个陈立年先生，他就烧得出这样子的作品。那陈立年他用古老的方法能够符合我刚刚讲的这个5个因素的要件的话，那么这一位就是用红陶去登录这个文化资产保存的人又该何去何从呢？似乎政府对于这个鉴别这个就是文化的原真性，我们还需要就是再努力然后呢
对，似乎我们在培育这方面的这一个人才，然后呢，还需要呢，就是再加点功夫，这样子呢，才不会造成这一个部落跟部落之间的相怨啊，也或者是部落就是这个主体认同呢，会被因为扭曲而扭曲，因为误导而误导，然后就将来呢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后代的子孙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祖先是喝的是啤酒，怎么这边表现的是喝可乐的这种感觉的意识存在哦。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列举几篇有关于黑陶的研究哦。那我现在这个 PPT 里面所呈现的都是由这个刘银山教授跟刘义昌博士啊，这跟其他的这个田野工作者他们所发表的3篇这个性质差不多的论文。然后呢，这3篇的这个调查报告里面都说明了啊，他透过考古的遗址跟那个黑陶陶片的分析哈，然后可以去了解陶器组成的成分、原料、技术，还可能它的时空流动的脉络。确实，这个第一点的部分呢，考古遗留确实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学术的一个这个推论啊。然后这些黑陶分布地区呢，它这三篇论文分布在北部跟东部啊，包括13行、晋普跟这个东南部的三河的文化啊。它也就是说，我提出这3篇论文呢，就告诉读者，就是说北部、东部跟南部啊，北部、东部跟东南部，然后这边所挖出的黑陶，然后有人去做研究，然后研究之后呢，他发现它是有就是那个来自于这个石英非金子碳啊，看到没有？非金子碳，也就是说，这一个在烧制的过程当中，陶土会碳化会碳化，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就是制作颜料的矿物啊，制作颜料的矿物，还有它的硬化剂啊，像这个赤铁矿或者是石墨，其实是黑陶的硬化剂啊。方解石跟粘土啊，这个粘土是粘合剂啊。然后呢，再来我们又看到它在北部的遗址里面当中哦，然后呢就发现了这个黑陶不是在当地所产生的，因为它是来自于火成岩区啊，岩区啊，也就是说有那个第三纪砂岩啊，又或者是那什么玄武岩啦，或者是反正就是被这个火山烤过的那种矿物之类的那种产生的地质遗留啊。然后呢，他认为呢，黑陶呢的采集呢，可能在过去呢是从这个有火成岩的地区呢作为它的制作素材。然后呢，这个结果其实是暗示这些黑陶在这一个北部在北部就是跟这一个你看人群的迁徙跟贸易行为有关，因为它不是当地的素材所制成的，它就是透过人的移动啊，或者是礼物交换啊所造成的啊。那再来这些所有的考古遗留的标本，然后经过分析它的表层是在还原环境所烧制而成的。这个还原环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族人认为，我们的族人耆老典型的耆老，他认为就是说，阿美族的这一个黑陶它不是用那一个那个火，就是那种高温窑，这是属于一种低温陶，所以呢就是说用野烧的方式，然后在烧制的过程当中那一个尤其是黑陶的表层，它是用还原的技术制作碳粉。我再解读一次所谓还原环境，就是说透过生物的还原技术来制作碳粉然后呢，而且制作温度大概在800度左右这大概就是能够代表
我刚刚所说的它的因素之一啊，它就是温度环境就是将近在800度左右。然后呢，黑陶的陶土里面必须呢要含有这个氧化铁之类的啊，氧化铁之类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制作这个矿石颜料的这些素材。然后呢，可能呢在制作黑陶的时候，你还要就是利用矿物它硬化的这个化学的功能性来制作哦。哎，好，那再来这第4篇啊，第4篇，这第4篇是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在98年12月所做的研究啊，做的研究的结果之后，来我们看看这标红字的部分哦。他认为哦，所有在太鲁阁地区啊，在利乌溪流域所出土的黑陶哈，它出土或流行的年代哈，都是在这一个1200年前到800年，也就是铁器时代跟那个新石器时代的这个晚期了啊。他认为是在那个时间比较切合啊，比较切合。然后再来，你看他又提到了哈，那个黑陶它是以火成岩的掺合料，也就是说这个不可能就是用这个外国进口的这种单一的陶土可以能够来代表阿美族的传统的这个典型的黑陶啊。所以使用外国人陶土基本上在黑陶制作的这个技术上面就已经是等同于现在的艺术品了，而不是它的传统技术啊。然后再那个陶土的来源呢，跟本岛的海岸山脉或是外岛的那个南方的岛屿是有关的。那换句话说，兰屿跟绿岛的陶土哦，也应该就是在本次的研究里面来去做一个探讨啊。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因素，因为在前开已经提到了，在环东岸礼物交换带的这一个体系里面当中，由于绿岛跟兰屿的前身是由阿美族所停留啊，绿岛的中寮山，还有这一个兰屿的红头山，这些呢是曾经就是住过阿美族。然后呢，兰屿从巴丹岛过来，就是据地方所闻，它是在最近500年才取成的。所以这个500年以前，似乎在萨拉塞礼物交换带的这个体系里面当中，跟它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互动的关系啦啊，因此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民间的说法就没有办法符合中央研究院认为说它是一个萨拉塞的一个传说圈啊。事实上，它是在环东岸的部分，包含金山啊，包含现在的屏东的丰港，它彼此是一个带状的关系啦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应该要做个厘清。然后再看这第5篇论文，就是说他就说到这一个也是由这个刘英山这个学者博士学者他所做的研究里面当中，他还是认为黑陶就是火成岩了啊，火成岩所造成的，而且是在还原的环境下，这个所谓还原环境就跟烧制黑陶的碳粉有关系啦啊。那这些活动几乎都是暗示着，就是说黑陶的文化就是早期你看又跟贸易行为跟人群迁移有关的。基本上刘英山教授他所做的研究里面当中都在提示，就是说早期就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跟铁器时代初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一个族群跟族群在地域上的那种就是繁忙这个密切的这个流动啊，其实是有关系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流动关系消灭了，我们也无从而知，就没有办法无从得知，只知道说清代的时候啊，或者是荷兰人或西班牙人治理时期，几乎都有对于我们这个海域交通的这个经济发展有禁制的法治行为，所以这个文化呢，随着独木舟的消失而慢慢的断裂。好，那所以这样子看起来，黑陶既然在前面的文献探讨里面已经提出来，它在跟东部海岸的这个或是本岛的这个贸易跟人群的移动有关系，那么
这个黑陶就有它的研究的价值了哦。那所以中央研究院也特别呢用手绘的方式把这个阿美族的黑陶呢，就是画出来。那我们知道说，看这个图里面有说明了，就是中央研究院可以画得出来，但是目前为止到底谁能够做得出来？也或者是某些公司做得出来像黑陶，但是它里面的数值却不是黑陶。那因此这个问题呢，只有在这一个文化的那种那个市场哦，也就是说民间的文化收藏者哦，他们之间私底下热络的撇开这一个文化资产保存法的禁制因素，他们这个私底下所流动的那种密切的知识交流有关。那但是中央研究院虽然能够鉴别出它这个主体的外形哦，我们知道科技是随着人性跟环境改变而改变。那么当初阿美族会制造这样子的一个器具，用这样子的东西制作，一定符合当时的这个时空背景啊。那因此我们已知从这个图里面已经就发现到，中央研究院也发现到，他去田野调查，去深度的考察以后，发现到当时的那些阿美族的先人可以做出像如图的这样子的东西。可是现在已经事隔多年，然后呢，这些东西或多或少都已经成为古董市场所流通的一些商品，也或者是中央研究院寄放在这一个考古博物馆，或者是博物馆，或者是地方文物馆所放的陈列的物件。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到底还有哪些族人能够做得出来？也或者是这些族人做得出来它的外形，但是它里面所用的这种结构能够符合这一个古董市场，也或者是这个文物鉴别市场所鉴定我刚刚说的这些主要的元素吗？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就是侃侃而谈这一个制造黑陶的过程然后呢，就我们田野调查所知道制造黑陶过程，在这个制造黑陶过程当中呢，我会先给大家看一下，请问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吗？回答一下。这个我把它跳掉好，这个棒子它是由块木所制作的，它这一边是圆的，这边是平的。也就是说，使用这个棒子的人呢，他会运用这一个它的物理的这个角度，还有这个核心的这个支撑力或倒或垂或杆它有这多功能的这个杆土棒然后呢，再来呢，我们通过田野调查也发现到，它炼完土之后呢，这些传统的技术里面，它会用这样子的东西，看到没有？这样的东西，这个就是在我家的那个阿嬷的那个床铺底下那边去挖出来的去看着，然后我把它就是再用砂纸泡干净，还是可以用闻起来它这个是那一个块木的东西然后我找到了这些。这个拍板，它有各个不同 size 的拍板这个拍板然后呢，跟那个中央研究院它所画的那个阿美族制作黑陶的拍板，其实它是将近，就是很将近所以确定这个手上拿的这个呢，应该是真品应该是真品，是制作人的真品。然后呢，我们又找到这个很奇怪的东西，长得像菜刀长得像菜刀。然后呢，原来呢，研究老半天呢，它是有各个不同角度，它是切土用的切土用的。然后我们也找到一个棒球棍像棒球棍的东西。到目前为止，我还在研究说这个棒球棍到底它有什么功能棒球棍。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比较薄的，大概就是抛光或制造那个最外层的那个还原碳粉的这个陶皮外面的这一个拍板大概我现在其实我找了一麻袋的工具
然后我全部呢都拿去木工的工厂呢，请他帮我抛光啊，因为呢我最近呢就是想要去看一看，去体现一下那个老人家他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烧制黑陶啊，所以呢可能这些工具呢就是会运用得到啊。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课堂上面。好，哎，好，这个，没办法，好，那一个，我们现在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哦，要跟各位在线的朋友们分享哦，太巴朗部落的这个世袭制作黑陶的家族，他是怎么样去制作黑陶的？那我们就是简单的跟大家来说明啊，就是说制作黑陶之前的准备过程其实蛮繁复的。那么你在制作之前，你必须先去采土啊。采土的地方呢，在太巴朗部分，它是分布在利大溪。但是其实利大溪的黑陶土在过去大概就是因为它phủ林深渊，水域广阔，还有复杂的这一个水域的那种网络关系，基本上在利大溪找黑陶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事实上，太巴朗产那种传统的黑陶土的位置是在嘉里东岸山啊。嘉里东岸山，那么它的位置呢，就是在嘉里东岸溪的中游啊，中游，那才是真正就是过去老人家这个自然所采集的那种使用的素材。那么老人家呢，就是在制作之前呢，通常就会做这个开工啊，开工叫米沙拉拉棒啊，然后呢，他就会做一个开工的祭仪。然后完了以后，到了山上之后做一个入山的一个祭仪啊，入山祭。然后呢，会跟那个工具神，就是说说明，就是说他今天为了什么因素要来采你的土，那请你就是保佑顺利这样子。那么这个采土人呢，就进入山上之后，他就会沿着嘉里东岸溪的两岸的山壁去找寻。那嘉里东岸溪的山壁这一个地质成为它大部分绝大多数都是这一个麦饭石，然后麦饭石跟麦饭石中间的夹缝里面会有一部分的碱性的这个灰泥。那么据我所知啊，这个灰泥现在被称为青土，然后呢，它有些现在的工作室会用这个青土来制作黑陶。那么据我们田野调查去询问老人的结果，其实青土并不能代表太巴朗或者是猫公的黑陶，因为青土它虽然会烧成黑色，然后它呢能够烧硬，但是青土遇到水就会发生皂化的现象。那因此，所以使用青土的这些工作室，它就会使用大量的这一个焊釉裹上去，来就是阻隔排除它皂化的因素。那因此，青土基本上就不能符合传统夹沙黑陶的一个元素。那所以换句话说，目前所使用青土的工作室，它所制作的黑陶就不能算是传统的黑陶了。换句话说，这个技术也就不能代表传统的技术。那因此，这个部分就是在这个文化的原真性的部分呢，必须是被排除的啊。那么你必须呢，就是在嘉里东岸山，或者是这一个利大溪去找出真正的这种黑陶土。那你把它找出黑陶土之后，你带回来之后，你要炼土。那在炼土的过程当中，首先呢，你要排除它的水分。因此拿到手之后呢，我们通常不会直接的就是来拉胚。那通常呢，制作黑陶的传统家族，他会先烘土。那烘完土之后呢，他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个影片哦。他这个技术其实事实上还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那种技术，它是使用一个石头，然后中间给它凿空，然后把这个烘完的土，然后放进去呢，使用导棒的这个位置来导动哦，或者呢是像这个疑似
是用这样子的东西哦，来看看，回到我们的影像，它可能会使用这两个东西啊，这个位置呢，在那个导床这样导，然后这个位置呢，在导床这样子导哦通常呢，它会用这样子的工具，在一个大石头里面当中把它凿空，然后呢，用这样子的工具把它捣成细粉之后，再用胎子，我去看一下胎子在哪里，就胎子像这样。它在胎子里面呢，有分粗、中、细，有三个不同的等级然后呢，才会开始进行炼土才开始进行炼土。好，才开始进行炼土。然后呢，炼土的时候呢，它会就是使用这个已经发酵的水已经发酵的水。或者是把水活入之后呢，给它浸泡很多天，掺某些植物的它的汁液。但是这个地方这个植物的名称我没有办法公开因为当事家族有特别声称5个部分不能公开，所以呢，我只能跟大家讲说，在炼土的时候呢，基本上你要做出真正阿美族的夹沙黑陶，你必须要有发酵的机制然后呢，再来火土火土的时候要分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你的那个中间的部分你要加上砂岩那这个砂岩大致我可以透露，就是说它是采用第3纪砂岩，然后把它捣碎或者是呢麦饭石一类的这种矿物把它捣碎，因为麦饭石其实里面就含了方解石、灰长石。这些我刚刚在刘英山教授里面他所提到的那些那个石头的那些元素，基本上在麦饭石里面当中都可以找得到，所以我们就会利用石床把它捣细，然后呢，把这一个所采集的土呢来进行活土，然后呢再进行这个撞击、搓揉。把它的内部的空气给排除之后呢，排除之后呢，我们才开始就是那个把它就是以前是用那个含油的这种皮，也或者是含油的这一个那种席，然后呢抹上一层植物油把它覆盖，让它发酵，然后就不动它了。接着呢，我们呢会利用某些植物的那个树这个植物的名称是不公开的，那个树我们会采取它的汁液，然后呢来做这个2次蒸馏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树去蒸馏它之后呢，然后透过它的还原技术，然后呢透过高温的冶炼来制造它的碳粉那这个部分呢，目前我们已知呢，这个太巴朗只有1个人能够做得到，那其他的部落是否还有别人可以做得到，目前还不得而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老人的所述说，你第3纪砂岩层，这个时候是一个空档，因为你在等待它炼土的时候，所以你要继续就是那个就是捣砂岩这样子，然后呢，然后再来捣赭砂赭砂这个东西，我等一下就是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不能在这里公开，但是呢，我会把相片给大家看然后再来提炼这一个所谓的番釉因为我们现在能够代表阿美族的这个陶器呢，我们是不使用焊釉所以呢，那所谓番釉呢，它也是一种那一个2次蒸馏的技术。也就是说，你要从高温变成低温，那你要把水性变成油性大概在学术上面，我们技术不公开，但是在学术上面我可以这样子做一个形容。然后呢，我们就要准备那制陶的拍板跟所有的工具那在制陶的时候，你必须也就是要挖一个模具，尤其是做壶瓮这一类的，或者是盐罐
水壶、罐杯子这些器具哦，这些东西都是要透过拍板跟这个软石来制作哦。然后呢，在陶土发酵的过程当中，你要去绑制陶饰跟陶作。那绑制陶饰跟陶作虽然不公开，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口述哦。所以陶饰就是在烧陶的时候呢，我们使用这个生竹就生的竹子，这当然是坡片的梦中竹，也或者是呢这一个桂竹桂竹细的桂竹，也或者是箭竹，但是呢它不能是熟的哦，它要生的要绿的。然后呢，我们使用茅草或者是稻草来捆绑，然后呢做它的格式，那我们制作的场地呢是在户外做，或者是户内，但是要透风的地方来进行这个野烧。那由于我们制陶是采用焖烧法，所以我们在制作的时候要准备大量的稻壳。一般来讲，阿美族夹沙黑陶的这个制作的工时需要5天。在制作之前呢，要请这个巫师呢，就是做相关的祭祷，甚至在烧黑陶的每一个过程呢，其实当氏家族都有他所传送的那种口述的古调那事实上，现在因为这个文明那个物质环境的改变，那似乎这方面也不受到这个重视。那纵然有中央研究院的学术机构，也似乎也找不到它的存在的这种的价值。因此，这个技术、这个文化，其实目前岌岌可危，是存在一种断裂性的那另外就是说，因为你要烧制壶具，它底层是那种圆形的那种结构，那因此你还要再准备一个相关的这个模具因为陶土是软的，那么你泡完之后，如果你当时的环境的湿度如果太湿，它就会崩陶，它就整会软化。所以你可以看到阿美族的陶大部分都像有点飞碟形的那种形状。事实上，这个就是在调制陶土的时候，它就是比较潮湿那你如果说要把它做成那种原状的部分，事实上它是需要相当的经验那这个就是一般来讲，你要进行烧真正的阿美族的夹沙黑陶之前，你必须要做一个事前的一个准备的一个概略的一个程序。那么当你准备好这些程序的时候呢，参考这个中央研之后呢，就开始要进行制作。那么你活土发酵完之后，我们就透过刚刚所给大家展现的这种拍板来进行塑形陶土塑形在制陶里面当中是一件相当重要的工作。那么基本上能够在谷物商所以就是民间的谷物商所认定的，它必须就是要水平跟垂直的这个技术它也就是说会透过这一个目测，也或者是使用水平尺去看你的印纹，也或者是你的壶嘴跟你的壶身是不是具备有水平跟垂直。到底阿美族的先人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找出他的水平跟他的垂直的这个技术，也目前为止还仍然就是不可考，也不得而知。那基本上只知道说目前制陶的那种耆老他都是相当有经验的，他可以克服这方面的问题去做出就是能够让这个谷物商也或者是文物保存者他所认定是真陶所谓阿美族夹沙黑陶符合我刚刚讲的那些元素的作品，那么就被认定为就是台湾真陶当你把这一个陶土塑形完之后呢，通常我们就会放在一个干燥的地方让它阴干阴干的时间通常都是3到5天那我们会在阴干的过程当中然后呢来决定我们是要拍纹呢还是要刻纹，也或者是呢用尖状的物质呢做拉比陶的这种那个
搓纹这样子。那你如果是要做拉比陶，叫拉比塔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就搓几何纹，它就是搓动哦。那你就必须就是说在它快干之前呢，去完成它的整个形塑哦。那如果说是你是要做印纹跟拍纹的话呢，就有2种做法，一种呢就是说它即将要干的时候呢，赶快拍啊，赶快印啊。那另外一种就是用刻的刻的，就是等它就是半成品的时候再使用呢雕刻的器物来刻。然后呢，完成阴干之后呢，这些陶器呢，我们就送到这个就是野烧的这个场域哦，就是土窑哦，也就是说人类学者所声称的这种低温窑，然后我们呢进行焖烧。那焖烧的过程就是绑制陶饰，绑制陶饰之后放柴薪啊，放柴薪的位置呢，那日后如果有人愿意来花莲体验的时候，我们再做示范啊，因为时间因素，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在这里公开。然后呢，当你退火，就是引火之后呢，引火之后，然后就是当达到一个温度的时候，我们才把这个稻壳倒下去，让它开始进行5天的焖烧，5天的温烧。基本上陶如果没有全面的受热达到800度，然后时间呢经过72小时以上的受热面的话呢，基本上有的时候会烧不出黑色的，会烧不出黑的。如果你用的配方是对的话，你要基本上就是5天才可以完完整整的，就是把它完全就是烧透内内外外烧透。那基本上如果你为了赶时间3、2天的话，那有的时候有些部分它还没有还原出这一个那个黑色还没有还原出黑色的话，那这种东西就变成一个失败品。那通常真正阿美族制陶的陶艺师，他就会把它打破，那会把虎口或者它印纹呢，就是粘在它的工寮，然后作为陶板屋或者是这个装饰品也或者是呢，等一下我会给各位看一个影片，他会把它捣碎，然后和新的陶土之后重新野烧这样子，然后出窑的陶之后呢，你不能呢马上呢就是接触到空气你要慢慢的让它降温，然后呢在降温的过程当中呢，你要用某些植物给它做淬火，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概念说，陶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土器，你把它当成是一个铁器，因为它是碳化铁或碳化钢的这个作品。那我们都知道打铁师傅呢，在打完铁之后会把它放在一种油上面，但是这个油呢，它是一种汉式文化汉制的技术。但是阿美族的这种淬火的技术，它是用某种植物，这里就是不公开它是用某种植物呢来对这个陶器做淬火。换句话说，陶烧得出陶，相对的也可以烧得出铁。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否我们的听众是否能够理解但是据我所知陶出窑之后先淬火然后最后面呢，在它就是降温，核心温度降下来之后，它赶快就给它做外层抛光。外层抛光的技术也不公开但是呢会运用到某种树脂，所提炼的树脂然后呢，它就是这个就是把它呢利用那个布把它绑成这样圆圈圈，然后粘上去之后是上去抹，那抹下去的时候呢会反噬，会产生高温，而且会产生这个异味。然后下去之后呢，出窑的陶你不要紧张，如果你用对正确的配方，它是灰色的，你会觉得说完了烧不黑不用担心你上了那个树脂之后，它慢慢冷却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的特征。阿美族传统夹沙黑陶的黑、油、亮3个特征就会出现了那基本上这个就是真正的阿美族夹沙陶。如果你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素材然后正确的这种技术、传统的技术，你拉出窑室之后呢，事实上它是那个加上它的就是淬火跟这一个外层的抛光我们叫外层抛光。它实际上外层抛光技术不是真的就是拿东西去磨它，
而是使用一种素的汤，然后抹上去之后呢，然后等它降温，降温大概需要数个小时，2个小时左右。你不要把它放在水里面会炸裂，你就把它放在那边慢慢的就是放凉，它就慢慢的核心温度越来越降低的时候，你再去拿，当温度降低的时候，它的那个桃色就呈现。好，那么我们呢，因为现在是8点钟啊，我们这个就暂时下课10分钟啊。那我现在看看大家在这个烧黑桃部分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先休息10分钟啊，10分钟之后再进行。好，休息10分钟。好嘞。
好，各位朋友们，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平安哦。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下一个单元哈，就是让我就是用我浅薄的这种田野调查的知识体系来跟大家分享我所知道的这个阿美族的夹山黑桃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哦。那么事实上，我所遇到的许多的这一个工艺师，我都很尊敬这些在这个阿美为文化付出的线上英雄的努力，我个人就是非常的尊敬。那基本上我在这个地方就是只是就我的从小的所见所闻，然后呢，我以历史的当事家族的成员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如果说的不好，也请大家不要责备我，因为毕竟这个制陶的人已经不在。那我们他所留下的知识体系，我们只能就我们所如化所接受的这样子的一个那种环境，然后呢，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保留下来，也不得而知啦。但是呢，今天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说，到底什么样的状况可以被认定为这个阿美族的黑桃啊？那现在我就是以我所知的这个标准，来在这个地方做分享啊。那么我们就开始回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啊。那如果刚刚我先回答刚刚的线上朋友们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凯明问的问题说，黑桃跟红桃差异性很大吗？是的，黑桃跟红桃系的差异性很大，因为黑桃土跟红桃土是不一样的。那么曾经在太巴朗有一位这个很知名的工艺师哦，那事实上跟我也是亲戚啊。然后呢，他第一次在烧黑桃的时候失败因为呢他不小心用错了土，然后呢他不知道是哪个单位来拍那个纪录片，就他把它烧成红色的哦。那就是说他来请教我们那个比较懂的那些耆老，原来呢他用错了土，然后但是他第二次修正的时候，他就是把真正的黑桃烧出来，他就烧出是黑色的桃，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因为那个作品我们那个就是刘若河帮我们不知道啦，但是反正对于太巴朗部落的这一个烧陶的家族而言，他所认定的标准，我在这里再次的揭露哈。第一点，土要发酵；第二个，黑陶土要夹沙，而且夹什么样的沙是有规定的哦。第三点，这个黑陶土的表层呢是用还原的技术所制作的碳粉调和这个细的这个黑陶土，然后呢来做它的表层，这是第三点啊。第四点呢，黑桃出窑的时候要淬火，然后第五个呢，黑桃出窑的时候要裹上某种那种树脂作为它的这种最外层的那个技术。基本上你不符合这5点的特征，那你所做的黑桃就不能称之为这个阿美族的夹沙黑桃。那个但是可以认定，就是说阿美族晚期最具代表性的工艺品。这个是我个人对于这个现在制作黑桃技术的一个评论。总观而知，你就是要符合这几个这个有关考古学者或者是文物产业者，也或者是这种古董商他们所认定的这个标准，你要符合，那么你才可以称之为黑桃了哦。再来，崇德遗址挖出的灰黑桃是否就是阿美族制作的黑桃？其实你只要你的碳粉是还原碳粉，那肯定就是来自于这个吉兰山氏族所做的哦。那猫光的部分，早期是做得到，晚期现在能不能做得到？那可能就是要看猫公的成立年，它是不是能够做得出来。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还就是太巴朗部分，就是希望他再加油了哈，然后看他能不能就是把这一个古老技术就是做出来。那么基本上目前为止就是已知只有1个人能够烧得出碳粉再来就是
崇德的黑桃哦，再来就是西部的黑桃是由东部交易而来。刚刚在这个文献探讨里面就已经提到了哈，这个就计划主持人他的结论认为说这些黑桃并不是当地所产啊，它是由一个火成岩地区哦，火成岩地区，所以这一个黑桃里面的树质就必须要什么？要夹沙。要加什么沙？通常我们就是使用第三纪砂岩层来作为它的主体代表性哦。那你不是就随便用那个河沙哦？事实上，河沙并不能代表哦，你要用的就是第三纪砂层，就是有点类似那种麦饭石矿的那种砂岩哦，才可以作为代表性哦。然后再来，就是说，哪跟哪是最有可能去，就是说我们从这一个台湾环东岸礼物交换带的这一个44个氏族分析里面当中，这个有在作为这个远航这个交流的部分，除了这个法赛，所以法赛就是萨拿赛氏族了哦，然后再来就是巴基达兰，然后巴基达兰另外呢，这一个可能呢还有这个巴厘岛是有可能的哦，因为它是分布的最长、最远、最广。啊，甚至排湾族所持的那个黑桃哦，因为排湾族做不出黑桃啊，鲁凯族也做不出黑桃，布农族也做不出黑桃，因为土在东部海岸线，所以他们这一定是透过某些人因为迁徙，还有这个物质文化交流的过程当中所携带交换所持有哦，那这样子，所以说巴厘岛哦，这一个萨那赛、巴基达兰。或者是法赛或者是吉兰山这些氏族最有可能就是携带这些东西出海形成了这个初期的海上逃路哦，这是我对于凯明的问题的回答。那目前地质学里面承认烧黑桃的原料是只有台湾东海岸才有，而且是分布在猫公山跟花莲太巴朗的嘉里东岸山才有这样子。那凯明问的说，去西部交换东西，大部分我们从阿嬷的这种那种所保留的传家聘里面当中，看的好像大部分都是一样烟斗啊，然后这个玛瑙啦、白银啦、黄铜啊，像诸如此类生活用品，还有耳环啊、铜耳环、铜手镯，像这一类的这种女红之类的，也就是说作为阿嬷的传家聘里面，我们看到的比较多哦。所以这大概就是他们换的，就是有保留下来的东西是这些，还有知道烟草也有哦。那再来就是阿洛，你所问的田调范围是哪些地方？所以我不知道你问的是指的是，因为我田调范围其实蛮多的，我去过吉兰山田野调查，那我也在太巴朗田野调查，因为本身就太巴朗人啊，所以我不知道你问的问题是哪里，但是有关于黑桃的部分，我是从吉兰山调查完的时候走纳帕纳湾，然后经过那个巴里湾到丁阿劳，然后再到梨大，然后再到嘎鲁东岸，这样子的路线哦，我这样路线我去做田调跟考察，然后再来就是说，好，那就目前你们所提的问题哈。我大致就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回复。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再看接下来的主题呢，我们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作者也就是我对于这个黑桃这个所接触的这个调查范围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因为我们都没有人能够主宰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可能就是掌握原住民片段的事实来作为它永恒的真理，但是呢，我们却可以透过田野调查的结果去演绎、想象或者是推论过去呢先人呢他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最有可能性去做成那样的东西。那因此，我们除了田野调查之外，我们也透过传统的这种知识体系，我们也来去做了一个验证啊。那首先呢，我们现在左边的这个图。左边这个图就是我在这个吉兰山的这一个采桃的这个路线上面啊，这个层位呢大概是海拔150左右啊，在海拔150左右，我发现呢有一些比较杂的这种黑桃土。那我们把这个黑桃土带回去之后呢，我们呢
就是使用高温去除它的水分，然后呢，再用导床呢把它搅成陶粉，然后呢再来进行这一个制陶的验证工作。那我们又跑到这一个奇美的同位层，在海拔150的地方，我们也发现他们也有陶土。那到底是不是黑陶土，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呢，我们呢就把这2个海拔的同位层呢做了一个采样，回去烧出的结果，你绝对会让你呢就是那一个超乎想象啊！等一下我跟大家报告。那我们假如在采取黑陶土之后，我们知道，由于我们要去用古老的方法去做古老的黑陶，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低海拔地区有发现了这么一整个广泛的就从这个位置啊，从这个位置开始下来的一个这个叫砂岩基隆也好，也或者是砂岩化石层啊，基本上从这个 A 点，然后这边到一个刮胡到这个地方所看到的这些石头，就是泰巴朗部落跟猫公部落的老人们过去烧制黑陶所用的素材啊。那这个素材在人类学的定义里面叫做第3纪砂岩层啊，第3纪砂岩层，它是一个层啊，那可能有零星分布，但是呢，既然是砂岩层的话，它就是有集中分布的现象。那目前这个图呢，它是呈现集中分布的现象。好，那么我们在这个海拔660的地方呢，也就是在一个水源地里面，我们发现了赭砂啊，发现了赭砂。然后呢，这个赭砂呢是就是可能呢，过去先人呢可能有使用它作为这个炼铁，也或者是炼陶的一个其中的素材之一啊。然后呢，那我们先来看，当我们把土采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如何的来处理啊？好，这个是家里使用很久的一个研磨床，那它是一个小型的研磨器。那么这个是家里老人家在用的工具，我拿来就是再利用啊。那这些工具呢，几乎都是那个日本时代以后用檜木做的。这个就是外曾祖母他们以前在制作陶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在这里做一个研磨陶土的一个东西，一个简单的物件。然后陶土经过这样子的研磨，再经过筛选，它就会可以依照你想要的密度来做分类跟使用，然后这样处理完了以后，再把它集中起来，这一个典型的表现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其实目前还存在北富村的孙家、郑家诸如此类的技术，再示范一次给各位看。陶土来的时候呢，因为从大自然采集，所以要经过研磨。那研磨在过去老人家的做法，就是表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就是将石器凿孔，然后呢进行从利大溪采集过来的这个陶土来进行初步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初步的做法。好，刚刚这个
这个工具哈，这个工具你看，它就是利用一个大石头，然后呢，在这个中间挖一个洞，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就是它原来的石杵，哈，在这个地方啊，有就是它的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它原来所使用的石杵，但是呢，因为放的时间很久，都有断头过哦，断了这一节。然后呢，这个石头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普通的石头，但是它是找很坚硬的石头，所以老人家以前这就是确实就是会有透过这个田野采集哦，去找这个素材，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他就是想办法挖了一个洞，那基本上这个石器挖洞，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结构说明了这个就是新石器时代的这一个的知识跟技术。那这一个石杵呢，它本身是用藤有绑过，然后后来是因为那个藤烂掉了，我把它拿掉。那石器有去捆绑它，就是代表的就是新石器时代啊。那石器不去捆绑了，这个可能就是旧石器时代啊。所以呢，这个是当时留下来的时候，它是有捆绑的。所以呢，这个说明了这个技术呢是存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那目前呢，在太巴朗部落还仍然有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制作过程啊，说明了太巴朗的这个黑陶技术，它的这个存在的这个时间已经很久远了。那到底在什么时间发迹？那目前虽然不得而知，但是这个技术呢，随着这一个时间空间的流动，虽然没有人去重视它啊，但是呢，还是有那个相关的家族还是有承继了这个技术啊，还是存在的啊。好，然后这个当你把这个陶土拿回来之后呢，磨好之后，你就必须呢要透过掺杂某些植物啊，这个植物的名称我不公开啊，然后的水，然后呢跟它呢来搅和，然后呢捶打，然后拍打，然后把这一个陶土的内部的空气把它排除之后呢，你就开始自胚这样子。那这个图里面显现的这个陶，这几件陶件啊，事实上它没有，只有这一件啊，只有这一件，它要使用这一个拍板去拍，其他的都是用手拍的哦，所以它做出来是非常古老哦。然后呢，太巴朗的古老的陶怎么样来看它的远近？有耳陶是比较现代，无耳陶呢，这个就是以前在撒拉塞那个礼物交换那时代在所使用的商品啊。所以假设现在太巴朗的这一个村民当中啊，有一个人呢，他能够用这个5个元素做出的陶，而且是没耳朵的，那么就代表说他所继承的这个制陶的技术是来自于这个古老的家族，而且是世袭的啊。因为据我所知，烧陶的这个家族的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都有纠察队在管，然后呢，似乎呢，他不太愿意就是让其他的家族，然后去涉入这样子。那到底是存在什么样的原因跟因素，我们不得而知啦。但是呢，我只是在这个地方就我个人所知，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然后这个就是无耳陶。又叫夹沙黑陶，那右边这个东西很清楚哦，它就是有祭杯哈迪瓦斯这样子啊，祭杯迪瓦斯。然后这个几样作品呢，基本上它在制作的时候呢，是完全不使用拍板，就是完全用手去拍哦，用手去拍。然后呢，他在制作这些过程当中，我亲自在现场啊，然后呢就观察他是。已经具备了刚刚我讲的这个阿美族黑陶、古陶、真陶的5样特征，他都做到了啊。那么他拉胚完了以后呢，他就要让它成型啊，让它阴干啊。那这是其中一个过程那所以阴干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是在这一个就是很潮湿的时候呢，那你要固陶，为什么？因为呢，这个陶它的水分它的表里是不一的那
它没有在拍制过，没有好好的就是拍打它，把水分跟空气拍出去之后呢，这个湿度过高的话，它可能就会慢慢的变形啊。那如果说它是本身的湿度低，那这个陶呢拍打之后，你确实有把它空气拍出来，那么摆在那个地方，它硬化之后呢，就会是一个很标准的陶模啊。所以换句话说，制陶成型的过程当中，是因为环境的湿度改变而改变啊。那个你要有一些处理的经验啊，或者这个陶所谓倒胚哈，就是说湿度太高，它倒下去了，你就必须要重新开始，重新再来，因为呢你没办法塑形啊，倒胚就是没办法塑形，而且它的水平跟垂直会跑掉啊，而且呢。这个制作黑陶的挑战性非常严苛，它就是不使用工具，它用手拍，要抓住它的水平跟垂直，基本上事实上是有相当的难度哦。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在制作这个过程当中，作者呢就是倒胚了3次，然后呢，现在的作品呢，看看啊，这些陶的这个陶土啊，这些陶土是来自于那个。猫公山啊，是猫公山的这第一批的那个试验，就是试烧的那个所使用的土。那基本上制作者在采土的过程当中，由于他对于陶土的这个特性相当具备有经验啊，所以他辨别这个土能够烧出黑陶，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那这个你看看为什么这个陶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陶土它就是有加上碳粉它有加上碳粉。那这3个呢正在阴干正在阴干。那这个呢是它已经阴干之后呢，再加上一层就是比较细的那个陶土再混合还原碳粉，然后用手敷上去的因为呢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呢是。被禁止就是使用拍板，那这个就是好玩的这个是好玩，它是有偷使用拍板，然后呢，他又很皮，然后他又很皮，因为做这个人是猫公的人，做这个是太巴朗的人，结果他就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就用拍板拍，然后那个我一发现的时候，他又故意假装用手，所以你可以看得出这传统的这种技术跟这一个工具的技术基本上是有差异性的好，那这个图就是这样子端线过来的那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图，这个图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胚呢，它是采用组合法，它是一个壶座跟一个壶口，然后呢，它就是差不多9成干的时候，它把这个壶底它反过来，再抹上一层含了树脂的陶泥水上去之后呢，再把这一个等一下再把这一个壶口的这一面呢，把它衔接上去。这时候衔接上去的时候呢，也不能使用这一个拍板，而是要用手去拍。基本上，通常以制陶的现代技术来看，这个一定会裂陶这一定会裂陶但是呢，这个也是一种比较就是简易的方式但是呢，事实上，在古老技术当中，它是一体成型，它是先打出底座之后，用拍才往上拍之后，就是让它一体成型这个就是比较投机的做法它不代表古老的技术，它就是因为要做实验，它在看它到底是不是黑陶，所以因为实验的因素，它就把它拆成2面来制作好，我们来看它购火的情形。好，这个购火的时候就已经绑好陶式了陶式的技术我们保留。那么它呢放了柴薪之后呢，利用野烧的方式然后呢就是把它就是点火，然后取最高温度之后，它整个就是燃烧起来到一个相对燃点之后，才可以使用稻壳。才可以使用稻壳给它覆盖，这个稻壳覆盖下去就是5天就是要等5天。好，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这就是它在购火的过程。然后呢，
对，然后这个就是在要进行焖烧前，这个是对，阿美族的青年要让中央研究院知道，我们不是没有人不会烧黑桃，我们的历史记忆还是有的。现在我们就是在踏着祖先的脚步，把历史回忆追回来。我们心里很清楚，这个桃烧出来一定是黑色袈裟的，所以我们想要给后代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历年，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讲的？我帮你放在 FB。好，那现在这个画面里面就告诉我们啊，他这一个我跟这一个工兵猫公的这一个另外一位同学哦，我们在这个地方搭了陶寺。那个这个陶寺，我这个因为当事家族有纠察队，所以在这里也是不能公开啦。但是呢，这个草下面哦。这草下面事实上它是有一个陶寺，然后呢，它的陶寺是按照古老的规格来绑的，然后呢，绑好之后呢，才安坐之后呢，把陶具放进去，然后覆盖了这个柴薪，覆盖了柴薪之后呢，然后我们就点火啊，当打到相对燃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覆盖啊，最后面呢就是等它就是到平均温度，我们才开始就是将稻壳覆盖上，让它进行5天的焖烧啊。然后这个是出窑的过程。因为现在是冷风哦，要慢慢的让它冷却，太快的话会裂掉。先把它用出去，这一块先把它用出去。哎呀，慢慢冷却它吧。就这2块吗？好，现在我们看画面上看到的哈，这一个还没有经过淬火啊，还没有经过淬火。这个作品哈，我们是使用这一个那个猫公山的黑陶土，也就是我们祖先所说的这个那个夹沙黑陶，就是史前黑陶，也就是阿美族真陶的土。它烧下去的时候，确实你看它是呈现一个黑色的状态啊，这也是呈现一个黑色的状态，而且现在呈现的黑色是灰黑色。那么等它温度降低以后呢，它就会变成油黑亮啊，油黑亮。这个是在还没有淬火的过程当中出窑。那出窑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你要很慎重的处理，就是说它因为那时候是在寒流过程，所以它不能接触到冷空气啊，不能接触到冷空气，它就是要慢慢的降温，否则的话有可能会裂窑。由于其实那是指的是这个技术指的是一般的现代陶，事实上阿美族的夹沙陶里面当中有硬化剂，然后它粘土就是粘合剂，然后它夹沙里面夹的事实上就是像类似氧化铁哦，或者是那什么，就是那种含矿物质极高含量的那种元素的东西在里面。事实上它就是只要慢慢降温就可以，它不会很难就是出窑就裂，就是产生陶裂现象哦。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一个出窑的过程里面已经体现出来，就是说我们使用这个文献也或者是口述祖先所说的那个素材，然后呢，我们经过野烧跟古老的方法啊，不使用任何的一些外来物品他者化的物件，然后呢，我们就是可以烧得出来，那就说明了现在阿美族的子孙仍然还存在这个保有它传统的这种技术能保有技术。换句话说，这个技术可能你就不用去卑南遗址啊，或者是卑林遗址啊，或者麒麟遗址去挖可能呢这个和富南遗址去挖，那可能就是阿美族人其实是还保有这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制陶技术
啊，这个所以这意思是说，这个技术里面已经保留的时间非常久远，这样子啊。那我们来看看第二段出窑的过程。兄弟，看到了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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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黑桃，黑桃啊！看到了没？超级黑桃啊！再往下挖哈，给了，噔噔噔噔噔，好了，给你个很优秀的自动挖土卡啊！哇，优秀的自动，看到没？看到没？哎呀，漂亮！好，这个是出窑的过程的影像哈。那这个就是它已经冷却了，你可以看到目前它的这一个受体的这个有接触到这个热源的部分都变黑了，可是你看这个位置它没有变黑啊，它没有变黑，所以这个还要再有后置的技术，就表示说它就是因为放在陶室里面当中，它的底座被某些碳啊或者是其他物质所挡住了，所以这个就要回窑再重烧。那你现在看的这一件作品，刚刚看它是黑的，它现在是灰的，事实上就表示它现在处在高温状态，这个都已经在低温了，所以它变黑了这样子。那这个是说明了就是那个我刚所说的这个现象是会有的这个是提供将来想要尝试挑战这个技术的朋友们要去注意的问题这个你看，这冷却之后，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你看全部都是黑的全部都是黑的、油的、亮的这个因为这个是那个验证作品，所以不用太好看。基本上我们只要知道说它是不是符合5大特点，它烧出来是不是黑色的然后呢油的、亮亮的，这样看起来似乎已经达到老人家过去所制作的那个水准了再来，这个是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当中，然后呢，它是就是透过那个里面就是说有拍板的那这个缺口它不是烧破的我们是故意把它敲破，因为呢这样子做出来看起来年代很久远，事实上拿去中央研究院测试，事实上它的这个年代事实上只有很年轻只有几天而已。那他是故意就是要把它做成这个样子，就让它看起来就像史前考古遗留的那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那个我们就是去问它的名称嘛，它的名称就是有人叫竹干竹干呢我们不懂，但是呢，那这个竹干其实那是借字借那个九平的闽南语，然后呢。基本上有部分的族人是用这样子的名称来称呼它那基本上我们就是拿来作为倒酒的盛器了那后来呢，这个作品呢，我们送到世界南岛民族文化中心去做鉴定然后这一个然后就典藏在这个位置因为呢，这个鉴定人呢认为呢，这个陶器的表现是表现在台湾真陶的表现。因此这一件作品就没有再回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当时一开始要验证这个八里湾山的陶。那其次太巴朗跟奇美的陶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因素基本上烧出的结果也差不多是这样的结果。那换句话说，在这次的验证工作里面当中，我们发现了太巴朗、奇美跟猫公3个在地质的同位线在海拔150到400公尺之间的黑陶土层是可以烧出一致性的黑陶那换句话说，太巴朗、奇美跟猫公山过去在某个年代曾经是台湾的一个非常就是具有规模的制陶中心这个是不容置疑的。那今天呢，我们所验证的这个技术呢，体现在这个现在画面上的结果上面，已经说明了
制作者已经成功的烧出真正的台湾真桃。那这个台湾真桃事实上跟现在的这个黑桃的制作者是有典型上的差异性的因为它必须呢要有还原碳粉，然后必须呢土要发酵，然后呢再来呢它就是要使用第三纪砂岩层以及某些能够让黑桃硬化的这种矿物，而不是单一的陶土来作为夹沙然后呢黑桃出土的时候还有2个动作，一个是淬火，那一个呢就是裹上它的这一个就是所谓的分釉然后分釉它是有一种植物的树脂所形成，经过2次蒸馏形成之后上去这样子的作品做出来，我们才可以认定是你这个陶是可以具备阿美族的真陶，就是说真正的传统技术的夹沙黑陶那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个地方跟分享到这个地方。那画面上已经告诉我们，就是说阿美族的后代仍然能够烧出夹沙黑陶。那这个公寮就是我们在吉兰阿善的这个纳巴拉万的这个山的能线的一个从树林里面，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挖掘陶片，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去想象去演绎过去的老人他是如何去制作黑陶的。那么这个部分就是说告诉大家说，这今天所报告的部分呢不是从图书馆里面去摘录片段的那个资料，而是来自于就是说众人呢集思，然后集力集资，然后呢上去呢去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去努力去追寻过去先人的脚步。那以上呢就是我所做的报告在这个地方就是结束。那所以我们现在看看有没有人提出的问题现在呢凯明问的问题也很好凯明的问题就是前面的问题我都已经回答过了嘛那我们现在来看黑陶之所以黑是含有什么元素呢？这个根据这个刘英山教授跟刘一昌教授他们所共同跟其他的学者他们所共同所研究的结果，黑陶的外层必须有一层还原碳粉所以还原碳粉，那黑陶的黑肯定是来自于氧化铁或氧化铝之类的这种化学物质存在你的黑陶土里面那你所黑陶里面所夹沙的这个沙是它的硬化剂是它的硬化剂。那黑陶土的成分必须能够烧得出黑色那它当然它的这个所存在的化学物质可能就必须含有这些元素。那但是呢其实我们族人的技术呢，除了使用还原碳粉之外呢，我们还使用了一种植物的树脂，然后呢在它淬火之后呢立即的给它裹附上去。那这个树脂基本上跟太巴朗部落被中央研究院收去这个那个给答案方当时的那个注脂的技术是一致的一致的。换句话说，你能够烧得出太巴朗的黑陶，你就有能够制造出独木舟的防水剂。那你能够制造出独木舟的防水剂，那你就能够提炼出你能够制作黑陶的人呢，你就能够提炼出那个原住民的过去制造那个鱼标的那种铁基本上那个鱼标跟黑陶的技术其实也是有相关性，只不过是它所使用的矿物的部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那么奇美的黑陶的部分是从晋普是有可能，因为这一个吉兰干山的部分有2条像母亲的子宫的输卵管，孕育着文化向外输送。一条呢就是猫公溪，一条呢就是秀姑峦溪，它分别从猫公溪出海口跟这个秀姑峦溪的出海口出去做跨域远航跟这个礼物交换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流，或者是经济网络发展因此奇美部落的黑陶虽然没有在历史上端现它的轨迹，但是我们的研究团队却在
2022年的寒假，就是经过这个采集跟试烧，证明了奇美部落在海拔150到400公尺之间的黑陶土层，陶土层里面是可以烧出黑陶的。但是你必须要使用阿美族的传统技术，才可以烧得出黑陶。那新的这种烧陶技术，烧的结果是不在此限，我们并不了解，也没有在这方面做琢磨。我们现在能够做的部分呢，就是把它土拿来，就是用传统方法去试烧。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报告是，奇美的黑陶土层在海拔150到400之间，经过采集烧出来是黑色的，所以凯明问的问题就很好，因为呢，奇美它就直接从秀姑峦溪的上游可以顺溪流下，那这条溪呢就过去这个在清代的时候呢，在清代的那个通事赖科，他就是每一年呢就会从秀姑峦溪上来，经过猴子山呢，要使用阿美族人的这纤夫，在两岸呢，把他们所使用的船只呢，改运成独木舟，就是拉纤到现在的马丽云，那这个水尾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在现在的润美部落，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地方就使用交换，然后这个时候因为赖科的出现，当地的阿美族开始使用钱币，金钱的这个概念才开始有，那所以说明了这个溪这条河流呢，也是送出黑陶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但是是不是奇美人往外送这个部分是不得而知，因为外面呢还有七大氏族，他们是不是有在做这一个，基本上是可能性是非常高，因为进埔的出海口就是当时八仔族上岸就是做交换的一个场域，那基本上那个地方是有很多的这个交换的遗留就是作为阿美族的家户的所典藏的物件之一啊。那所以也有可能相对把奇美的黑陶土也给带出去。好，不好意思，喝个水。然后今天呢，我们呢就简单的为大家呢就是揭露了，其实呢这是太巴朗部落烧制黑陶的这个神秘的面纱，但是呢这个5大要领的部分呢，在这个地方必须要保留那我们只能体现出我们的实验结果跟内容。那这个实验结果就说明了这个黑陶跟海上导入是有关系的。那这黑陶跟这个撒拿赛礼物交换的部分呢，也是有关系的那过去在这个黑陶制作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可以体现出可能是源自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是铁器时代的这个技术，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可能透过了这个航运的关系呢，在经济发展的这个海域的这个网络关系是可以端现出来的那因此这样子的结果说明了奇美部落同样具有烧制黑陶跟这个跨域远航做这个物质交换的这样子的风俗是可以体现的。那至于是不是真的如我这个推论的结果如此，当然还需要专家来鉴别但是这个我们目前身为一个阿美族的族人，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说，我们透过询问老人家，他老人家所留下来的这个知识体系，我们去实验。那经过实验的结果，我们确实是烧出了真正的阿美族的黑陶，而且这个作品目前呢，存放在南投的世界南岛民族文化中心，被列为是台湾珍陶。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就跟大家做个分享所以我们开放最后5分钟做这个线上的讨论，不知道我们线上的朋友们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我愿意，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可以在这里为大家做回答。没有人有问题，不好意思。
那么我们就今天因为没那个我们在留言板的问题，我不知道我没有全部回答哦，我看一下，大概就已经好。法若，你这个问题哈，淬火后是不是要回火2次硬化？其实是不需要的，因为呢，它的核心温度它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慢慢的改变啦，所以淬火后是不需要2次硬化的哈，因为阿美族的夹沙黑桃是不需要有这个动作哈。然后呢，我们顶多就是做抛光，但是抛光其实也不是说使用研磨器来研磨它。那你就会发现你的皮会磨掉，当然你要研磨它，也要用3000番以上的现代工具去处理。那事实上，那个抛光的技术是我们是使用这个像类似这样的，但是它很薄，然后呢去慢慢的磨它，在它湿化的时候就要去磨它，要磨出一层它的外皮。那经过烧之后，它就黑油亮。那是因此，这就是我刚刚所提的抛光技术。那你如果使用那个研磨器的话，我保证你会掉眼泪哦。对啊，因为呢，你把它皮磨掉，就不能认定为它是阿美族的真桃了哦。看起来法若你可能是有这方面的经验哦，所以问的这个问题是很好的这样子。好，还有没有人对于制作阿美族的黑桃有问题要提出的？好。那最后面我就要跟大家说明，就是说，如果我国的文化资产保存法，它真正的去重视这些东西那其实政府应该要赶快啊，就是去追啊这个技术的那个，就所谓有形跟无形文化资产的所有人，因为呢，你今天再不保护它呢，基本上就不太有可能就是这个光辉的历史文化再现了那这也说明了政府在文化资产保存缺乏诚意。那我们的族人这个部分基本上这个人才的培育就很重要了是必须呢就是要有一些民族教育的机制来保护这样子的文化资产，那这样子呢才可以端现出它过去的风华再现。那另外呢，就是现在现行的所有的工艺师也不要气馁虽然呢你被这个历史的当事家族认定是你是一个制作工艺品的工艺师，但是呢，您对于这个阿美族文化的再现也是有贡献的。那我们也希望你再努力，如果你能够得到这个太巴塱北富村孙家、曾家、郑家跟杨家的这一个的认同，你愿意来学习，我相信这些耆老他们也愿意会跟你分享。因为文化呢并不是自私的，文化呢是公众财基本上这些老人之所以会保守的态度去，是因为说我们现在的社会的这一个开放的太快。另外就是前李来旺校长就是生前呢有特别要求，这种包含独木舟、烧制黑桃、炼铁还有提炼树脂这样方面的技术呢，最好不要公开，以免呢就是诚如他所言会造成战争因此我们呢为了就是族群的和谐，通常呢要经过跟老人家对话，他们愿意开放，这个时候呢我相信你有诚意的话，他们就会告诉你去找哪一位那一个族人，他就会指导你怎么做这样子就是套句我们这一个俗话，就是说该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强求也没有用。那我们也不要就是因噎废食，我们也不要因为说为什么你会，那我们应该先问问自己说为什么我不会，这样子的话才可以营造出一个友善的一个族群的情境。好，以上呢就是我今天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不吝啬的公开我对于台湾阿美族对于制作黑桃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分享，希望透过我的这样子的分享，能够让大家
能够更理解我们的原真文化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跟状态。也希望这些资讯、这些知识对大家有帮助。以上就是我今天对大家所报告的、所研究、所实验的一个结果。谢谢各位。那我们请继信老师做结语。Hai, aray hanta ci longhang pa ini tu na tanamanay pana anira nahan maluloy tu ita kuni serangawan no pangcah kita amisay how tuni to as tunini bisanga tunini kapua ano utara araca ano korangaca how matatama santo pisanga tia marar tini katarang siang ciu sang rangkya atau ni cawe how nangasa itip daerah tini hia how kira hia i chongde anta i hampan kira ko hati ni ai kapua ama araw tu tingay sa kami saka tuninian amyachan tatama saan tunika serer itiano misa amisay ami pariwar daerah i nanyang tunini ulo anta ya hia kami ya fengtui itia sa tungol sa tunini maral hatsa tatama sa antora sa sangantora sota no kapwa kya sa mararay hatiray hama ku ka dapat nunian serangawan no amis unini ku fana hanana no amis sa kanana kita betingil tu swani rongkang hao paro anita minta ko sorry nai ta matumas nai masanger itu 在多培养过中研院这一边呢哈他们就是没办法去做一个肯定的，让我们斯兰阿湾可以说是有个立天的地方。这个saya merendah Hano kira kamangai，哎，好嘞，谢谢大家，谢谢，好嘞，谢谢老师，也欢迎大家有空多交流，谢谢各位，谢谢，好，老师，好嘞。